一个到猫仔所住的空间，除了看到因安静休困，有伫房间内软来软去，冒出来热热烧的，参照伫伊家己厝内共款的放松。开始要经营一个猫仔旅馆，规划151间专属的房间，佮需要休息的空间，无遮尔大坪数，真正无法度。而且原本爱鸟头家，就因为感受到伊的猫仔在外口无舒适，所以兴起家己开店，甚至将旅馆当作安养中心的规格来转换为照护。我自己有养了4只猫，在以前的时候，我常常为了工作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它们。那好几次我去看的时候，每次去看它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我觉得它的眼神告诉我说它很忧郁。所以后来我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么大的场地，我决定说，好吧，那我自己建设一间好了。希望把木猫做成一个丰富猫咪生活的一个地方，让它来这边不仅仅局限于住宿而已，它可以在这边交到朋友，学到一个新的技能，了解到它的一个现在的生理状况，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疾病，因为这都是一般主人没有办法给予的。那在做这件动作的同时呢，我们就是希望说，在这住宿的同时，可以提供他一些照护啦、养生的一个方案啦，甚至是课程啦、学习的方案啦，甚至是说做到最后，把木猫当成是一间猫咪的一个照护中心。虽然讲猫仔有地域性的自我防卫，不过头家真有信心的分享，猫仔来大得像交朋友，互相学习，真侪拢是算做伙，而且除了大以外，透过兽医助理的角度来专业的观察，也会替人客发现问题。参照其实猫仔坐起来是尾椎咧痛，其实是有减肥的需求，甚至是手术过后第2期的照护拢一手包办。其实现在的猫常常都有结扎，或者是有一些洗牙啦，其他的一些动作。但是这些动作以后回家以后，我们怎么样打理我们的猫咪？其实一般人没有办法，甚至是不知道、不了解的。其实，在我们木猫，我们不仅仅是住宿，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它在术后可以过来，我们来做照护。我把它，比如说你家的猫咪刚结扎完，它需要2-3周的一个静养。让我们来做处理，让我们做照顾，照顾完以后开心的回家。更甚至是说，有一些猫是怀孕，然后小猫是出生的哦。你小猫出生，你这么小只，一般人会顾吗？其实也是不会的。那我木猫一样可以协助大家处理，甚至让这些猫咪变成木猫的小宝宝。它从出生的时候，它已经在这边了，成长到2-3个月，我们接回家，那是很好顾的了，我们不用那么担心了。是这个样子。现代人对宠物拢惜命命，所以猫仔5千支大房市场需求愈来愈被看好。台南新闻，阮是郭博义采访报道。